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初7，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4节安尼讲：兄弟姊妹，愿靠劝恁，着警戒贫惰的人，勉励无胆的人，帮助软弱的人，对正人着宽容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警戒贫惰，勉励无胆，帮助软弱，对正人宽容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权、至大、至圣的全能上帝，你是满有怜悯、慈爱、疼痛的天父，主啊！你呼召阮，着彼此相疼，也爱阮彼此好款待，因为你伫基督的内面竞选阮，互阮无过为着家己来活，乃是爱阮合适活出你的心意，甲活命。主啊，愿圣灵家己常常无分辨的智慧，也失去温柔甲耐心，有时对人过头严厉，确实袂记你，也需要对人的疼甲宽容。有时阮看见别人的软弱，确实选择冷淡，无伸手扶持帮助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，更新阮的心，互阮成做你疼人的出口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